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陳達發探訪頻道，我係今期嘅主持人 Eva。咁咧，再次嚟到咗三鄉呢度，咁呢度咧亦都係有號稱小香港之稱啊！呢度唔單止有6萬嘅港澳同胞喺呢度居住生活，咁點解會咁多人選擇三鄉呢個地方呢？咁今期咧亦都會喺呢一條片話俾你知，將由生活、交通、區位同埋生態環境、港澳服務一一同你拆解。今期咧再次嚟到駿景峰呢一個項目咧，唔單止係深受港人嘅喜好啊，而且佢呢度嘅環境甚至係樓盤都係低密度，非常之舒適。不單止集山景、湖景、別墅景、高爾夫球景呢啲稀缺嘅資源，喺三鄉嚟講嘅話係非常之稀缺。咁咧從區位嚟講嘅話，呢度嘅話非常之方便啊！呢度咧係中山嘅南部，緊鄰珠海同埋澳門，2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珠海同埋中山嘅市區，3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40分鐘就可以無縫接駁香港、澳門。嗱，你可以見到揸車嘅朋友咧非常之方便啦！呢度咧唔單止係交通配套成熟啦，而且做港澳街坊嘅服務都係非常之好嘅。嗱，除咗咧依家嘅港澳服務咧越嚟越完善同埋方便之外啦，咁三鄉呢一個地方啦，亦都係全國生態嘅示範鎮啦，同埋環境非常之優美嘅，而且亦都係宜居嘅首選。咁呢度咧中山溫泉啦、羅三妹嘅主題公園啦等等呢啲嘅話，都係非常之值得去下嘅。嗱，鄧小平咧就有一句經典嘅語錄：不走回頭路。咁所以咧嚟三鄉咧，不妨嘅話可以去羅三妹公園去感受一下。都係公園嘅資源多之後咧，四面環山啦，空氣好，節奏慢。咁咧，所以好多港澳街坊咧都非常之中意呢一種節奏。退休養老度假，咪就係揀呢種生活咯。呢度咧交通配套成熟，各方面咧都非常之齊全啦。咁佢呢度最近距離嘅5到10分鐘咧都可以滿足到日常嘅衣食住行啊，包括我哋去超市啊、市場啊、公園啊、醫療中心啊等等呢啲都係好成熟噶。咁而且咧就係港澳街坊非常之中意嘅粵茶啊、茶餐廳啊等等呢啲都係非常之接近嘅，唔單止飲食啊同埋語言各方面嘅話，同我哋都係非常之接近嘅。咁呢，今期咧再次嚟到駿景峰呢個項目咧，肯定係又有好消息帶俾大家。而家126平方嘅新產品呢，開發商直接送埋家私電器俾你。咁啦，而家事不宜遲，即時帶大家上去睇下佢嘅戶型格局係點嘅先。各位觀眾朋友睇片之前記得訂閱、點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俾你有需要嘅朋友。而家即時去片。嗱，依家咧上到嚟實體嘅示範單位啦。咁我哋而家喺21樓呢個126平南北對流做咗大3房啊。咁咧嗱，依家呢一邊咧可以見到，哇！呢一個景觀係咪啊？山景、別墅景同埋呢一個花園景，完全係無遮擋嘅。每日望住咁靚嘅 view， 係咪啊？心情都非常之舒暢啦。住屋就係住呢啲咁開揚先舒服噶嘛。咁呢邊呢就係做咗2個中西廚結合，同樣咧呢邊呢呢一個露台呢就係望到晒成一個三鄉嘅城市景觀，全部都喺你屋企一覽無餘啊！嗱，幾開揚。下邊呢啲呢就係別墅啊，以後嘅話都唔會話變化噶啦。望開揚啲嘅景觀呢，同樓望樓呢真係差好遠嘅一個感覺噶啦。嗱，呢邊呢就餐台嘅位置，咁開發商點解會咁樣設計呢？嗱，補充咗呢個之餘呢，呢一個呢中意煮飯嘅朋友呢可以大展身手啦，因為呢邊呢就可以煎炒焗啊，咁呢邊呢就可以做簡餐啊，或者係做一個簡易嘅西廚嘅設計啊，同埋因為佢而家呢一個位置呢做咗6人嘅餐位，咁呢啲電器嘅位置都全部同你 set 好晒啦。咁點解話佢做咗3房嘅設計大3房呢？嗱，你見到呢一個房間未？咁而家係做咗開放式嘅茶藝啊，或者係即係做娛樂室咁樣啦。咁如果你話2、3個人住嘅話，其實唔需要咁多個房嘅話，可以咁樣設計，非常之寫意。嗱，你咁樣坐住喺呢度飲茶，嘆住出邊嘅景觀，啊，
喺屋企就等於係度假咁樣，喺屋企就係完全得到放鬆嘅狀態。咁呢邊咧就衛生間嘅位置做咗乾濕分離，但係咧佢呢個衛生間咧就因為係公衛就唔會話做得好大，因為咧慳翻一啲空間。呢邊咧就係第二間房啦。咁第二間房咧同我哋嘅一個次露台咧都係可以望到非常之開揚嘅一個城市景觀。嗱，同埋佢而家所有嘅一啲窗嘅話，全部都係一條線排嘅話，即係唔會話有更多採光嘅話去遮住你屋企嘅視野啦。再過嚟呢度咧就係主人房啦。哇，你睇下嗱，鏡頭比入去，望住咁開揚嘅景觀咧，嗱做咗一個大浴缸啊，仲有係一個落地嘅玻璃窗，非常之享受啊！嗱，退休生活度假咪就係要呢啲 feel 咯。再過嚟啦，嗱咁呢度咧就係望住我哋唔會變化嘅一個景觀嗱，望住幾舒服。嗱咁咧，今期咧就同大家計住126呢一個3房嘅格局。咁而家咧發展商咧係限時送家私電器嘅。咁如果話唔想樓望樓，中意開揚啲稀缺嘅景觀嘅話，呢度係集山景、湖景、別墅景一體嘅稀缺單位。咁咧呢度而家發展商咧限時送家私家電，感興趣嘅話，評論區3個8嘅話，將詳細嘅價格樓層發俾你。咁啦，今期咧就分享到呢度啦，下期再見，拜拜。